陳沛良議員。係，多謝主席。咁就教育局喺6月中呢，就公布咗中小學嗰個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嘅，就透過多元嘅策略咧嚟推動呢個數字教育。咁而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呢，就係側重於一啲基礎嘅教育階段嚟到培養學生嘅數碼素養啦，同埋創新思維咁樣。而喺北都大學城呢，就聚焦產學研嘅協作嘅。喺高等教育階段呢，就培育一啲新興產業需要嘅創科人才咁樣。咁我都想問一問呢，就係話喺中小學教育同埋呢個高等教育嗰個方面，嗰個銜接嗰方面啊，有啲乜嘢嘅機制或者一啲配套嘅安排，可以配合到北都大學城同埋一啲進駐嘅企業發展，為本港嘅中小學生呢提供一啲數碼科學嘅體驗，例如鼓勵一啲大學啊或者一啲企業啊，為啲中小學生呢開展一啲相關嘅基礎課程啦，或者參觀活動啊，或者體驗式嘅學習啊、比賽咁樣，去激發學生嗰啲創科嘅潛質，令到佢哋睇到呢，佢哋未來有一個明確嘅發展路徑啦嚇。呢一個係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亦都睇到呢，其實喺文件介紹都見到嘅，我哋嗰個留學香港留學香港專班嗰度，其實做咗好多嘅工作，去推廣我哋香港嘅高等教育，吸引全球嘅學生嚟到香港就讀嘅。咁但係呢，我就想知道呢，就話而家我哋講緊我哋係要一啲高端創科嘅人才啊。咁如果喺呢一方面，究竟我哋而家香港嘅大學，我哋係有邊一啲嘅關於呢一方面嘅學科呢？係我哋比其他嘅地方係優勝嘅？即係我哋啲人點解要選擇嚟香港去讀我哋啲學科呢？咁喺邊啲學科上面我哋係有一啲優勝呢？同埋呢，就而家我哋香港就開始做緊我哋嘅5年規劃啦。咁喺我哋嘅產業發展同埋我哋5年規劃呢一方面，以至到我哋而家喺全球招生呢一方面呢，我哋未來係點樣互相配合去做好呢一方面嗰個人才嗰個吸引同埋培養嘅工作，嚟配合我哋未來嗰個產業發展呢？咁嚇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啲嘅已經係有一啲嘅計劃喺度呢？咁嚇係邊位教育局同事？好啊。多謝議員提嘅意見啦。咁就住咧中小學生咧，佢哋因為現時嗰個 AI 發展咧，或者數字教育咧，都係好重視啦。咁其實我哋一路咧都由中小學都已經開始要培養佢哋呢一方面嘅教育啦。咁我哋一路咧都係會去到大學，都會希望咧係不斷增加呢個方面啦。咁其實所以大學咧喺嘅規劃咧3年規劃咧，佢哋都已經係加咗相關嘅課程啦，係都係一啲青年人佢哋可能有興趣嘅，譬如人工智能啊、數據科學啊，或者係可持續發展等等呢啲咁嘅課程。咁未來呢，我哋同埋呢現時大學呢，就的確呢，佢哋呢就住譬如話喺暑期呢，佢哋都會有一啲課程呢，係俾本地嘅中學生啦，佢哋當係一個遊學嘅學程咁樣啦，喺佢哋嘅院校呢，係會有一啲活動呢，係等佢哋好先已經開始接觸呢一啲關於研究啊、關於創科呢啲學科，等佢哋呢知道呢，佢哋讀完中學嘅時候呢，可能係可以留港喺香港嘅大學咧，呢啲大學度咧係讀呢啲科目咯。咁佢哋已經有呢啲咁嘅體驗嘅課程或者學習俾佢哋嘅啦。而家都有咁嘅課程啦。咁同埋咧，至於你提到頭先講話北都咧，咁我哋當然都會好着重嗰個產學研嗰個嗰個結合啦。咁所以嚟緊我哋會慢慢啦，即係響就住呢一方面咧，我哋會再睇下點樣可以即係個規劃清晰嘅時候呢，我哋更加會即係都會將呢個未來嘅發展方向呢，都會同中小學生佢哋都會知道，或者甚至大學學生佢哋都知道未來會有個北都呢個大學城佢嘅定位啊，或者規劃呢。咁佢再希望佢哋有期望呢，將來可以係喺北都呢會有個發展咁樣咯。